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罗马书11章13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接纳。约瑟坚持要他的哥哥们回到故乡，并且带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前来埃及，否则的话就要他们不必再来买粮了。约瑟他想念弟弟便雅悯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不可再来买粮，只是一个手段。当便雅悯到了埃及之后，约瑟他又耍了手段，要将便雅悯给留下来，试试看他的哥哥们是否有改变。犹大这个时候呢，就挺身而出来保护便雅悯，并且愿意来代替便雅悯成为人质，留在埃及。只是不希望他再让他们的爸爸雅各再失去一个最心爱的儿子。当时候所有的哥哥们就是不能接受约瑟的预言以及爸爸雅各对他的宠爱，因此而心生嫉妒，就预备要谋害约瑟。后来是因为老大鲁本挺身而出来反对，也后来因为犹大的建议，将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因为他们都主张不可杀害约瑟。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记载了约瑟接待他的兄弟们，并且试图将便雅悯留下来。这个时候犹大再一次的站出来保护弟弟，挺身而出。经文比较长请兄姐自己来研读。或许是经过了失去约瑟的事情之后，他的哥哥们似乎有所改变，并且也接纳了父亲对最小的便雅悯之宠爱。犹太人以长子的身份以及选民身份自居，并且不接受外邦人。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上帝定义要将外邦福音传到外邦。保罗在对罗马教会信徒提出的外邦福音以及他这个外邦使徒的呼召，保罗特别劝勉外邦基督徒也要看重犹太人得救的事情，因为上帝爱以色列人，也爱外邦人。上帝使外邦人得救，这救恩也是要赐给犹太人的。罗马书11章13节到29节，保罗劝勉外邦人要与犹太人彼此接纳，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接纳，与上帝和好，并且领受上帝的救恩。现在我向你们外邦人说话，既然我是外邦的使徒，我当然看重我侍奉的职务，或者我可以激发同胞的嫉妒花愤的心，借此拯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果他们被遗弃，反而使世人得以和上帝和好，那么他们被接纳的时候，已死的人不是会重获生命吗？如果把面团的头一块献给了上帝，那么全团也就是献给他了。如果把树根献给了上帝，那么连树的枝子也献给了他。有些橄榄树的枝子给折了下来，而野生的橄榄树的枝子被接上去。你外邦人就像野橄榄树，现在分享着犹太人丰富的生命力，所以不可以看清那些枝子给折下来的人。你不过是枝子，怎么可以自夸呢？不是你可以支持树根，而是树根在支持你。也许你说枝子给折下来了，为了就是要让我接上去，这话是不错。
他们给折下来了，因为他们不信。你站立得住，是因为你信，但是你不可以骄傲，要存着警戒的心。犹太人是原有的枝子，上帝既然没有顾惜他们，你以为他会顾惜你吗？从这里我们看出，上帝既仁慈又严厉。对于那些失足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对于你，只要你继续生活在他的慈爱中，他是仁慈的，否则你也会被折下来的。至于犹太人，如果他们不再坚持不信，就可以被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上，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再接上去。你这外邦人好比折下来的野橄榄树枝，都还不够自然被接在好橄榄树上，而犹太人就像经过了培植的树，上帝把这树折下来的枝子再接回了原来的树上，不是更容易吗？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奥秘的真理，我希望你们知道，免得你们老是觉得自己聪明。这真理是，部分的以色列人顽固，只是要等到外邦人全数都归向上帝。到那时候，全部的以色列人终必得救。正如圣经所说的，拯救者要从西安出来，他要斩除雅各的子孙的罪恶。上帝说，这就是我要与他们订定的约。那个时候，我要赦免他们的罪。犹太人拒绝了福音，成为了上帝的敌人。如果你们使外邦人得到益处，但是由于上帝的选择，又根据上帝对族长们的应许，犹太人仍然是上帝所爱的，因为上帝的选召和恩典是从不改变的。诗篇130篇，上主啊，我在绝望中求告你，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哀嚎，求你听我求助的声音。如果你记录我们的罪过，谁能逃脱惩罚呢？然而你饶恕我们，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你。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我信靠他的话，我仰望主，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是的，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以色列啊，要信靠上主，因为他有不变的爱，有丰盛的救恩。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接纳，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人种，都是上帝所拯救的对象，是福音拯救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与上帝有复合的关系，能够接纳所有的人，一同蒙恩得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